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18节。耶利米书第17章14节到27节。马太福音第10章34节到4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报赏。最近因为选举真闹热，咧讨论到论文的事件，是咱讲研究报告的代志。当然，咱拢明白，这个论文研究报告拢有，是讲任何代志拢大多数拢有后壁的动机啦吼。就是讲做这代志了后面会得到一寡报赏，也是得到一寡利益吼。最近呢，除了选举以外，另外一个足热门的一个人物，大概就是迄个退休的企业家赵兴成先生。伊无偌久进前捐1亿美金予台湾的政府。为着要提升台湾的国防，即几天伊又搁宣布捐10亿的台票，做即种军事训练之用。当然，对金钱来讲，赵先生伊是算损失啦，因为伊是主动的捐献。但是就实际角度来讲，可能哪有人安尼讲伊就得到某一个程度的利益当然，这个甲伊所付出的无成比率啦但是总是有人会讲就有啦，有亲像有人会讲伊就顺利恢复这个台湾的国籍啦，嘛领到台湾的国民身份证。另外一方面，伊嘛成做这个媒体来追随的一个对象啦当然，我佮讲一摆，这下咱咧有人咧讲伊的利益，甲伊捐献这个拢毋是伊这个捐献的目的啦所以对安尼来看，基督徒的生活是相款啦，伫咱的生活的生命中间，嘛伫这个选举的中间，这个候选人共款。拢互人用这个放大镜，甚至这种这个显微镜来咧甲咱检查。咱基督徒所追求的是上帝救恩，所要回应的是上帝呼召。但是咱袂当讲基督徒受呼召拢有目的，咱嘛袂当讲每一个人受呼召拢全然甘心乐意的付出，无求回报。但是重点伫迄个心态，你存什么心，存什么目的，你所服侍出来迄个使命，就绝对会无相同啦咱过去捌讲，有人伫教会内底，就咧追求家己的好处。咱正前捌分享过一寡超大型教会。因的营运出状况，因的心态就是要追求迄个职位啦，甚至有人要对这中间得到利益啦，等等这。透过服侍上帝，咱是要得到什么款的利益？也是咱真正拢愿意甘心乐意的服侍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今日伫这个外表顶悬，咱无法度去分辨一个人伊真正的心内咧想啥物货。但是上帝拢知影诗篇甲咱讲，上主啊，你观察我，你捌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影。对远远的所在，你就知影我的心思。我工作或者是休困，你拢看见。你知影我所做所为，我无开喙，你就已经知影我要讲什么。你前后左右拢威胁着我，你用你的气力来庇荫我。
你对我的认捌真关深，无法度测度，毋是我所会通理解的。相信咱头前咧讲即个左党、左形成先生，伊并毋是要借着即个权限基台媒体来甲伊关注，也是要借着权限40个代表来取得即个国民身份证。坦白讲，伊的财力通买一间媒体公司，佫有走。毋免用权限，伊嘛会当取得恢复台湾国籍的资格。但是总是有人会安尼来联想啦，吼！这嘛是咱咧讲的世间人的眼光。但是基督徒袂当有即种的眼光甲心态。如果咱的生活，咱着爱思想上帝怎样看咱的性命。耶利米先知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四散是逐所在，因期待要归回，但是上重要的是，因袂搁再来违背上帝，就好像亲像耶利米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，毋通伫安息日搬物件离开家己的家，毋通做任何的工作。着爱因来遵守我互因祖先的诫命，守安息日做圣日。因的祖先不但无要插我，颠倒真固执，毋听我，毋受教。如果因真正愿意领受着上帝的诫命，真守着上帝所吩咐因的，因就必定会当来得到福气。就是上帝要带领因归回耶路撒冷的迄个应允。圣经佮咱讲，甲因讲，着爱服从我一切的诫命，毋通伫安息日搬物件入城门，必须爱守安息日做圣，毋通做任何的工作。安尼，因的君王就会通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。享受大笔的军权，因就要坐着这个战车，骑着马，对官长、犹太人、甲耶路撒冷的人，拢甲伊围困来入这个城。这个城将要永远这个人围困。人要对犹大逐城镇、耶路撒冷周围逐乡镇、便雅悯的地区、山岭、山地，甲犹大南边，拢做伙来围困入耶路撒冷。因要带烧化祭、甲圣祭、甲素祭、甲乳香，以及感恩祭来到伫我的圣殿。但是因必须爱听我的命令，守安息日做圣日，毋通伫安息日搬物件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。如果因若违背，我就要烧毁耶路撒冷的城门，火焰要吞灭宫殿，无有人会当拍花。咱来看新约耶稣捌讲过。迄个疼爸母赢过疼我的，是不配来跟对我；迄个疼儿女赢过疼我的，不配来跟对我；迄个毋肯来背起家己十字架来跟对我骹步的，嘛不配来跟对我。想要保存家己的性命的，反倒当丧失性命。迄为着我失去性命的，反倒当要得到性命。在这时阵，追求家己的利益的人，最后会失去因所拥有的。耶稣基督教的门徒都爱追求属天的报赏，这个报赏是用来彼此分享的。耶稣基督讲：什么人接待恁，就是接待我。
接待我就是接待迄个找我来的迄位。为着某人是上帝的使者来接待伊的，伊一定会分享使者所得到的报赏。为着某人是义人来接待伊的，伊一定会通分享义人的报赏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是甚物人，就算摕一杯冷水，互温度中间最微细来啉，就因为迄个最微细是我的温度，你一定会得到报赏。耶稣基督捌真明白来教导咱，必须爱积聚财宝伫天顶，毋是伫地上，因为伫地上的一切拢会朽烂，拢会过去，拢会消失。伫天顶的是上帝的赏赐，是恩典，是永远的福气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，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，捌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。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。我行路，我休困，你拢在看。我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上主啊，还未开市，你已经知我要讲甚物话。你伫我的前后咧照顾我，你亲手保护我，你会知捌遐尼奇妙，遐尼关心，超过我的了解。你做我的丈夫，我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感谢你，因为我的受造奇妙，通行位。你的作为奇妙，我的一切你完全知。我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，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形成的过程，你拢清楚。我未形成的身躯，你已经看到。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，拢已经记伫你的册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，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得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；若算袂了，嘛袂会读册你的奥妙。感谢上帝，互阮会通蒙你的呼召来服侍你。求主你帮助阮，搁较伫这个服侍中间来尽心尽力，成做上帝喙中忠心的仆人。也亲像耶稣基督教示阮的，爱积聚财宝伫天顶，追求上帝你互阮的报赏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